爺爺講故事。OK。爺爺講1845年香港及世界大事。1845年通過鴉片零售商牌照，鴉片成合法商品，為殖民地政府重要財政收入。差餉條例生效，稅項收入專用於香港警隊的經費。香港第2份報紙《德辰西報》創辦，至1974年停刊。This is the last edition. 當年人口2萬，到2025年人口增長至750萬。跑馬地墳場建成，埋葬多是西洋人士，故又名紅墓墳場。清廷派出奇英於1845年訪問香港。Welcome Hong Kong. 上海英租界成立，是近代史上第一個租界。愛爾蘭發生大饑荒，總死亡人口高達100萬。馬克思被法國政府驅逐出境。佛羅里達成為美國第27個州。哦，好聽，請訂閱、分享、同點讚。Thank you very much.